點樣自助申請、查詢關閉國際漫遊服務？喺開啟咗國際漫遊服務嘅狀態下，透過3網頁 3.com.mo 進入官網，按右上方3畫圖案，按登入。如果忘記密碼，請按設定忘記密碼。如果冇忘記，請輸入電話號碼同埋密碼，按登入，然後向右滑動，揾到漫遊及數據服務，點擊漫遊及數據服務，會見到5項功能，然後可以選取所需嘅服務，例如點擊漫遊日費計劃，按狀態查詢，按確定，就會顯示狀態結果。如果要關閉服務，按關閉，按確定，會出現短信通知。如果關閉服務後需要再次開啟，按開啟，按確定，請留意短信通知。再提提你，係國外上網，請確保開啟咗國際漫遊網絡功能、國際數據漫遊服務同埋漫遊日費計劃。